金多寶、買樓、發達呢幾個詞語對香港人嚟講，究竟代表緊啲咩？係一個逢星期二、四、六嘅希望，定係我哋喺生活之中唯一合法嘅白日夢？喺香港呢個資本社會，我哋往往有一種錯覺，以為只要有錢，只要上咗車，就好似捉緊咗一條救命稻草咁，可以免卻一切嘅煩惱，維繫同摯愛嘅感情。但係事實又係咪真係咁？大家好，我係 Mr. Rabbit，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對賀歲片金多寶嘅觀後感。今年嘅賀歲檔期可以話係夜王同金多寶嘅對決。對比同期上映相當可以滿足觀眾眼球嘅夜王，金多寶雖然卡士較弱，但係故事嘅起承轉合明顯較為順暢，而且感情探討都更加深入，內容豐富得嚟，言之有物。呢套由翁子光執導嘅電影，披住喜劇嘅外殼，實際上係一套探討親情、致敬香港文化同電影嘅佳作，非常之動人。首先，電影嘅一大驚喜係翁導呈現咗唔同嘅面向。大家都知道佢以往嘅作品，例如《踏血尋梅》、《風再起時》等，題材都偏向沉重嚴肅。今次佢執導喜劇，一開始我係有所保留，但係睇完電影之後，證明咗佢絕對有功力去處理。金多寶嘅故事主要講述由鍾雪瑩飾演嘅天晴，每年都會用同一組號碼幫嫲嫲金燕玲買金多寶，偏偏就係呢一年，面對工作嘅亂局同眾多嘅巧合，佢唔記得咗買。而當電視台公布頭獎號碼嗰時，竟然啱啱好就係嗰一組。為咗避免屋企人失望，佢講咗個天大嘅大話，仲借咗一棟別墅，話係用獎金買嚟嘅。呢一種錯摸同大話冚大話嘅設定，帶嚟咗好強嘅戲劇張力。觀眾會好奇究竟呢個大話會點樣發展，佢咩時候會俾人拆穿。而電影係用咗樸實自然嘅角度去帶出一眾演員喺呢個荒謬情景之下嘅互動，透露出香港基層家庭嘅生活質感。其中李尚正同蝦頭兩個人好似冷面笑匠咁嘅功力，加上 Eden 獨有嘅喜劇節奏，都帶嚟咗唔少嘅娛樂性。而鍾雪瑩就好細膩咁捕捉到香港打工仔嗰一種頂硬上嘅焦慮同無力感。雖然我認為金多寶係一個佳作，但係都有唔少嘅問題。對我嚟講，最嚴重嘅係電影嘅節奏稍嫌有啲緩慢，有部分嘅枝節其實可以刪減。明白導演可能係出於私心，喺片中加入咗大量對於電影產業嘅見解同埋行內百態，甚至安插咗好多致敬經典電影嘅橋段，例如天晴喺片場嘅角色設定，又例如戲中有啲明顯嘅場口惡搞緊的士判官，以及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入面窮人佔領豪宅嘅概念，而裡面竟然發現仲匿埋咗一個古天樂。對於資深嘅影迷嚟講，呢一啲彩蛋固然會令人會心微笑，但係無形之中其實都增加咗大眾嘅觀影門檻。另外，主觀上都唔係每一個笑點都可以產生共鳴，例如網上引起討論嘅嗰一幕，我的回憶不是我的惡搞對唱。無可否認呢首歌係集體回憶，但係當時見到兩個人載歌載舞，我反而覺得有啲尷尬。不過呢啲小瑕疵冇掩蓋到電影嘅出彩之處。講到呢度，我想引入一啲哲學上嘅討論。呢一部電影嘅設定令我諗起呢一套片嘅助理導演何爵天嘅前作《死屍死時44》。睇過嘅影迷或者會記得，何爵天喺嗰套戲入面直接由角色口中提及過卡繆嘅荒謬概念，亦都諷刺咗香港人為咗保住層樓、保住樓價，連一個屍體都可以運嚟運去，唔敢講出真相。而死屍同金多寶其實觸及咗同一個命題，喺香港金錢同物質表面上其實係維繫一家人嘅基石，而一個單位亦都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天晴一家人都係咁樣，佢哋以為搬入咗一個豪宅，有咗幾千萬嘅金多寶，父母就唔會離婚，家庭嘅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係飾演嫲嫲嘅金燕玲，用全片最安靜、最震撼嘅一場戲，打破咗呢個物質嘅幻象。喺一段預先錄製嘅遺言入面，嫲嫲緩緩道出，其實佢有買到金多寶，但係佢話佢一直以為中咗大獎，佢哋頭家唔會散。但係原來唔需要一分一毫，佢哋都可以喺埋一齊。真正嘅金多寶唔係戶口入面多咗幾個零，
而係佢哋成家人可以齊齊整整咁喺埋一齊。呢一個反轉極具衝擊力。佢話俾我哋知，用金錢同大話堆砌出嚟嘅世外桃源係不堪一擊嘅，但係背後所隱藏嘅親情嘅真實，先至係最寶貴嘅嘢。而呢一切正正呼應咗卡繆嘅哲學。喺卡繆眼中，乜嘢係荒謬？荒謬就係人類對於意義、對於理性同秩序嘅強烈渴望，就好似佢哋好想要一層樓，好想相信一個宗教、一個永恆嘅概念，去俾佢哋之後有好多嘅保障，佢哋唔使再煩惱任何嘅嘢。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上本質上就係無意義同沉默嘅，因此兩者就產生咗激烈嘅碰撞。就好似天晴，佢每一次都買到金多寶，但係偏偏就係中獎嘅呢一次唔記得咗，呢個就係命運嘅荒謬。但係更深層次嘅荒謬在於，佢哋成家人竟然試圖用一個虛假嘅外殼去掩蓋早已經破碎嘅家庭關係。喺卡繆睇嚟，呢個係一種哲學上嘅自殺，逃避現實嘅痛苦，沉溺於虛幻嘅安慰之中。但係卡繆佢冇叫我哋絕望，佢提出嘅答案係反抗。反抗唔係叫你去推翻呢個唔講道理嘅世界，而係清楚認識到世界嘅荒謬，但唔會抱持一啲虛幻嘅妄想，而係依然選擇充滿熱情咁生存落去。喺電影嘅尾段，即使謊言被揭穿，呢家人已經意識到別墅係假嘅，中獎都係假嘅，但佢哋冇太多嘅互相指責，反而決定交出真心去照料嫲嫲最後嘅時光，俾出最真實嘅關心。呢個就好似卡繆筆下嘅薛西弗斯，每日將巨石推上山，石頭又會滾落嚟。其實劇中有一幕都巧妙對應咗呢個橋段，就係天晴佢俾巨型嘅號碼球追住，而呢家人嘅謊言都注定會幻滅，別墅終究要交還。但係當佢哋圍喺個餐台面前，真摯為對方夾餸嗰刻，佢哋就係快樂嘅薛西弗斯，因為佢哋明白到維繫感情嘅從來都唔係嗰一張金多寶，而係面對荒謬生活嗰時，依然選擇陪伴彼此嘅嗰份決心。跳出電影，呢個何妨唔係當下香港社會嘅真實寫照？我哋而家身處嘅香港，經歷咗好多嘅變遷，大環境嘅無力感就好似嗰一塊不停滾落嚟嘅石頭。好多時候，我哋會俾社會嘅價值觀綁架，以為要賺好多錢，要買到樓，先至有一個安穩同幸福嘅生活。但係金多寶提醒咗我哋，當外在嘅物質條件，甚至係我哋熟悉嘅生活，都隨時可能會被剝奪嘅時候，我哋仲剩低啲乜嘢？我哋雖然冇辦法控制命運嘅荒謬，但我哋可以控制用咩態度去面對。喺一個充滿無力感嘅大環境入面，唔好俾金錢同恐懼去定義自己，去堅持努力過好每一日，堅持守護身邊嘅人，就好似呢家人一樣。即使身處嘅環境再荒誕，即使後來連公屋都俾人收埋，但係只要佢哋嘅人仲喺度，心仲係連埋一齊，齊齊整整，咁佢哋就有咗推動命運嘅力量。總括而言，金多寶唔單止係一套笑中有淚嘅喜劇，更加可以令觀眾反思點樣喺呢個荒謬嘅現實入面揾翻人與人之間最純粹嘅連結。今日我哋就傾到呢度，中意呢條片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歡迎喺下面留低你對呢套戲嘅睇法，我哋下條片再見。